西市场内的五泰礼品百货店，开业至今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从布行起家，前后转型成嫁妆百货店，如今由第三代邱玲雅和女婿林庭安共同经营。只是在一片色彩缤纷、各式各样的棉被毛毯礼盒间，却摆放着一组一组的造型灯泡。这些新奇有趣的灯泡秀，都是西市场里面的发明家林庭安的创作，而他给自己取个绰号叫古墨，台语谐音为古猫。本业是炒饭师傅，所以一下班放下锅铲就开始钻研创作，是林庭安的日常。爱迪生发明买的是工业风灯具，他拿过去学水电的经验，无师自通组装水电无晶，结合无丝灯泡，变化出各种造型灯具。一开始的时候是蛮不建议的，因为他觉得我卖炒饭，然后你又这样子做这些东西，怕我太累，因为炒饭毕竟是比较劳力的工活这样。那你下班的时间大概都8、9点了，那还要再去玩这个也是超劳的东西，会觉得是不是我会不能负荷，然后每天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这样。那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兴趣啦，它比较不算是身体的劳累。那我就是每天就是慢慢的去摸索这样。因为妈妈她这里原本是传统的行业，她是卖棉被的跟礼品的。那因为我是希望让我的东西可以在这个旧市场做出一些创新的一个转变这样，所以那时候也跟妈妈借了一个地方在这里做创作，可以让更多年轻人进来看到有不一样的菜市场这样。为什么会开始做灯呢？一开始因为家中需求，林庭安设计了第一座灯具。据他自己形容，那个时候他一头栽入设计灯具的世界，自己上网看了 DIY 灯具的资料，尝试各种不同的组装方式，也意外的开始了他的制灯之路。对，一开始其实也就这样，可是那时候心中觉得我原来也可以完成这么不一样的东西，对，所以第一盏灯完成了，他就在家里。可是因为回家每天都看着他，就觉得这真的蛮有趣的，怎么从来都没有想过，那就想说是不是能够再用这些东西做成不同的样式，然后就再接触，因为这毕竟还是很熟悉的材料跟媒材，那我们就借由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尝试，也就是第2组、第3组便开始有兴趣了，就像玩积木、乐高，越来越有兴趣，一直玩下去。以前以为是他想玩一玩、做一做，后来觉得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有兴趣的话都会投入下去，他不管做什么都会很投入。我说他这个蛮认真的啊，就随他，因为他也年轻啊，就摸摸看他喜欢哪一种就随他了啊。因为他喜欢做的话都会栽下去，这个不知啦，不知天不知地啊。我就说这样子不行啊，因为年轻也是身体也要顾啊，不然像他做那个什么做灯的时候，就做到炒饭炒完之后就来做灯，做完之后，他都没睡觉呢，隔天就去炒饭了。我说这样身体这样不行啊，对啊，年轻也是要顾身体啊。那时每天白天炒饭，晚上回到棉被店里埋头苦干灯具设计，周末就和太太跑市集买灯具。虽然累，但是是自己喜欢想做的事，所以再辛苦也愿意。后来的态度是因为一开始有做了几个，然后他们看起来也是觉得不错，然后开始越来越反感啊，说你没事在家里做这么多东西，在家里到底要干嘛？这样，你为什么不拿去看要怎么处理掉？那时候就觉得哇，他们说好像也对，做这么多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然后刚好有朋友说，要不然你去假日的市集，看看有没有人喜欢你的作品，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去做一个交流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可以试试看这一条路，然后当下就跟他问他一些相关的事情，然后那个礼拜就去市集卖看这样，因为第一次去卖就把全部东西卖完了，我就觉得哇，这个很不可思议，对啊，这太不可思议了，对，那是第一次的启发，就是觉得这个很有后续的一种发展力这样。
质感也会，因为这个包括有很简单的，就是像有基本有铁的，还有不锈钢的，然后再来就是比较不同材质，就是像黄铜、红铜类的。那它的样式，因为毕竟颜色的改变会让人家觉得它的氛围会提升不少，这样。对，那我们有实际上运用到实际的作品上面，就是如果你是用不锈钢或者是黄铜，那他们所吸收的客人会完全不一样。对，铁的会有铁的那种粗犷感的客群，那不锈钢有它的细腻程度，那黄铜就会到比较有点像低调奢华的风格这样。对，逐渐的会各种层次的方面的客群都会产生出来。这个是要让水管，因为水管它是圆形的，那就有这个专业的工具把它可以咬着管子，然后把它锁到需要的位置，这样。对，那这样子看起来的比例啊，还有角度会比较正确一点，因为手毕竟支撑的时候有限，这样。对，所以要借由工具都观察角度的部分，因为如果不好，它重心会不稳，那它就会摇摇晃晃的。对，那这前面的话，其实就注意一下，其实就 OK 了，这样。明天安的水管灯创作改变了以往水电五金的使用方式，将铁管、管件等原材料经过钻孔、磨合、抛光等加工，再进行完美的结合。其实这些材料其实是很平常，在像建筑的水电或者是一些消防都看得到的。那因为我以前工作的环境是很常接触这一块的，所以对这些的结构都有一定的了解跟认识。那只有这些结构之下，然后多一些思考跟巧思，它其实会做出很多不同造型的样式。这样，那我们该就有这些组装之后，就会变成一些很不一样的样子。是会画设计图的，对，像前面那里就有一本设计图，就是在画，然后会把它呈现这样。对，那有一些是在脑海里面有灵感就做了，就是像绘画一样，想到灵感，那我们就是会抓这个材料。就把它弄出来，这样子，对，像机器人一样的东西，这样就完成了。这样，一部分是有特别开发的，那其实大部分还是仰赖一些它已经有的现成品。其实这样子是增加更多一些 DIY 的乐趣，它不会因为这样子而限制你的太多。对，我只是算一个启发者啦。那其实很多创意可以像民众他们觉得喜欢，或者是朋友他们可以自己。照着我们这些的样式，然后他们可以创造出更多属于自己的样子出来。这组呢，就是我第一次尝试做灯具的第一组灯。那它其实看起来构造很简单，就是一个曲线这样子。那这就是奠定到我以后做很多创意的一些的最原始的起点。那有时候做不出作品的话，其实有时候会点点它，看着它，想想一些事情。那这样子借由这些反省之后，可以做出一些很不一样的样式出来。第一盏灯的时候，这些材料其实是跟亲戚，因为他本来有在做水电的。那我跟他说，可不可以跟他拿一点材料？他说那你就去选吧，这样。那我就是在蹲在那一堆材料里面，这样子拼拼凑凑，现场完成而来的。对，所以第一盏是非常粗糙的时候去把它赶工完成的。那像这个材料的部分，它原本的使用功能是像这些头，它原本是在消防洒水设备里面做一些管件的一些的组装，然后到每个洒水的地点这样，所以它们的结构会长得很不一样。
那些转弯的地方呢，就是像我们水龙头后方，其实它是埋在水泥墙壁里面的。那如果把水泥敲开的话，就会看到像这种结构都在墙壁里面。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在里面，其实这样露出来做一些巧思，其实还蛮有创意的。对，这我希望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样式，这样。对，那这种金属管呢，那它其实也是像在水龙头里面，那它会接到自来水里面。那它原本主要的功能是在跑水的，因为它是水管嘛。那我们就有巧思让它跑电线，那它就可以名副其实的变成一盏很有趣的灯具。在进灯具设计那年，林庭安29岁，他不停地研究，不停尝试，在熟悉的原物料上加入创新独特的元素。他说，过程是很痛苦的，但完成的那一瞬间真的很痛快。每一次都是靠那个瞬间的痛快坚持下去。做这些最大的动力是其实是对客人对我们的回馈，他们看到很惊奇或是很惊讶的那种表情，那对我们来说是创作最希望得到。哇，他说哇不可思议，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就很有动力再做下一次，让大家可以更期待能呈现什么出来。对，那当然也是家人的支持啦，那他们对我们的动力也是非常需要的。对，因为他们的支持，那在对外的时候，那他们的回馈其实是会有加成的方式，让我们力量会更大一点。我觉得我的理念是希望把最平凡的东西，然后借由它的平凡，然后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商品出来。对，不管是商品啊，其实是作品，对啊，其实它是每一个其实是独一无二的，对啊。这样当很多的思考还有想法，然后再把它完成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那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样。像我的作品，它的设计来源大概都是来自于生活化。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平常生活中看得到的，就像包括像直升机这个样子，其实它分开来看的话，它都是像一些水管的材料元件。那我们藉由一些思考跟想法，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呢？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看到电视上会有一些军事演练啊什么，就觉得哇，直升机造型那些都还蛮酷炫的。那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些东西做拼凑之后，可以做出一些类似的形状出来？那我们就藉由很多的组装跟尝试，然后就设计出这台直升机的样子。那也加上科技的结合，就是它可以做触控式的，对它金属的部分它都能做开关这样，那也可以做像这样旋转这样。我是觉得还蛮好看，蛮有意思的啦。旁边这个像猫头鹰的造型，那这个就是有一次我们跟全家人去游玩。那就看到那边当地有一个部落，他们是非常信仰这个猫头鹰的。那我们就喜欢它的样子，那我们就把它样子直接做成像猫头鹰的形状。这个的话，它是一个蓝牙音响，它的话它就是操作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开关，就把它拨开，跟手机连线，它就可以使用了。对，那它可以不管是放在户外或室内，其实都还蛮精致、小巧可爱的。然后这个灯的话，它这个头原本是在那个消防里面，对，这消防管里面其中一节在那里，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造型非常特别，很像是玛丽兄弟会从里面跑出来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酷的，我是不是也可以截这一段过来，把它做成一个灯具？因为那时候的思考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变成灯，对，那我们要把它跟一些艺术的结合，那我们就是拍的那张照片，然后去问一些店家，看有没有这种东西可以去寻找或购买，然后我们就买回来加以把它打磨啊，因为它原本外面很粗糙的，那我们就把它磨得比较细致一点，对，让它呈现有不一样的风味呈现。对，这也是触碰式的，而且触碰式好玩的地方就是我摸着它在触碰别人的手，它也可以亮起，这样就证明我们之间是不是已经有来电了这样。包括你像摸着它，你看我摸着这个金属的地方，就可以控制它的亮度。上面那个的话，其实那时候设计这一组的话，是想要让它非常的，因为我的东西都比较小，那我希望可以做一个比较高、比较霸气的样式啦。
所以让它有更多不一样的呈现风格呈现这样。其实水管它好处就是它有各式各样的样式，那我们其实去认真想一下，然后去把它拼凑，它其实可以做出很多独一无二的商品出来。但是我手上这个就是用皮箱制作成的音响。那因为在台南这老地方，其实很多那种像眷村的，那他们有时候会有收到一些皮箱，那我们就会问一些他们老人家看有没有喜欢这个，还是有没有需要我跟他购买这样。那我们就借由这些老东西，再加上新的结合，把它做出很不一样的，像蓝牙音响这样。对，那一开始第一次做的时候还蛮荒谬的啊，我把家里所有能看得到的喇叭全部都把它拆了。对，然后就把它装在一个箱子里面，那个真的惨不忍睹，对啊。可是那时候是为了研发精神而去，所以那时候得罪全部家里的人，因为没有一个喇叭能使用的。对，老婆没有因为这样翻脸吗？有整个翻脸，说你为什么把什么电视喇叭、家里的音响的、电脑的全部都拆了？这样，就为了装一台这样啊？可能那一台最后还是坏掉了，对啊。然后也是又要处罚我说要做一台完整的出来。对啊，可是因为那些经验之后，其实很快就上手，可以做出很多很有独创的东西出来。对，像包括这种已经有点走入到比较嘻哈、比较街头风的风格这样。对啊。为了让自己辛苦创作出的作品更广为人知，林庭安建立品牌，并期望自己能够有发明家爱迪生的开创精神，所以取名为爱迪生工业。一边接受客制化的案子，为案主设计各种商品，一边他自行开发的设计品在网站平台贩售。当初我想要做品牌建立，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很单纯，就是买卖东西，就是你做了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出去。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必须要让更多人了解，还有更能确信你的东西的一个价值性。那我觉得建立品牌是很重要的，包括是你自己要对客人的一种认真，对客人的一种服务啦，还有他们的对你的认知。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像形象，就包括 logo 啊那些的产生，他们好辨识度，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你这样子。其实对客户还有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行销通路当初的想法是还蛮有，因为会觉得自己东西很棒，总是有一个舞台让我站上去之类的。那也是有时候也是有到低潮期，就是有东西可是却没有买家，这很实际的。那你就会东问西问啊，像一些什么像文具店啊，还是什么书局，还是一些礼品行啊去询问。可是一般来说都是不接受居多啦，因为很明显的这样就是品牌的知名度不足，我觉得这是很直接性的。对，那这样子的时候，我就直接回来反思自己该怎么做。那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些台南的一些那个什么10大文创青年的甄选啊，还有全台湾的什么经典设计大赛啊，还有包括国外的啊那些，我们都去参加，让自己得到像奖状一样，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独特的。那他们的接受度变高。对，那因为这些之后，我们的其实很多人反而是直接回来找我们没有去做太多的宣传，对，他们是直接就在这些茫茫的那些作品之中看到独一无二，他们就选走了这样。文创圈里流传着一句话：越在地就越国际。再加上有了奖项的加持，让品牌一下子就打响了名号。如今，除了在浅草新天地的实体通路外，只有在设计电商平台上才买得到。不受空间限制的网络成了契机，让爱迪生工业灯具也走向了国际。然而，设计这一条路并非一直都是顺遂的，尤其当他发现辛苦设计出的作品竟然被轻而易举的模仿，还被恶言相向时，让他倍感挫折。我觉得他是蛮厉害的，我也蛮钦佩他，真的很厉害。对啊，像之前他做这，很多人有说他怎样，可是还是会来模仿他的东西呀。后来因为很猖狂的模仿，后来他就有点垂障，就是西蒙尔公，因为他要做出这个东西，他要想很久，甚至想到说，这边他走啊，就会遇到瓶颈啊。可是他
自己这样想，做了2、3个月做出来，像那个直升机，他自己想做出来了，好开心哦，放上去给人家看，马上人家就模仿了，就是所以他那时候都是觉得很生气啦，为什么？这是他的智慧啊，他想很久了啊，可是人家你模仿去了，而且讲的那个这个安内你还靠下面会。所以就很伤心啊，也是有说不要想那么多啊，不然就是像他这样子就停下来，就一段时间没做，就没有人模仿，因为他没有东西出来，就没有人模仿了啊。我说后来你就慢慢做啊，慢慢弄，是你的都人家抢不走了，人家你是比较强啊，人家就是模仿，只是模仿而已啊，可是你的东西真的是很厉害啊。有了家人的安慰与支持，林庭安在创作上也更用心，而且他不但做灯、卖炒饭、当刺青师傅，甚至还帮岳母搞了一个茶摊，卖起古早味饮料。因为他现在工作真的蛮多的，我觉得也都不错，他的工作都不错啦。希望他身体自己要顾好，因为你要工作啊，时间又太长。要分配一下。其实最感谢是每一位，就是在我身边，不管是批评我的啊，还是给我很多意见啊，或是冷冷看一眼啊，其实他们的意见我都觉得非常宝贵。然后借由创业这个路程，才会知道失败为成功之母。因为以前不太懂这个真正的奥妙在哪里。其实这些事情就是人家不断的给你一些意见或是攻击，你把这化成力量，然后去作为实质上的东西呈现。那个就是算成功的开始。这样，林庭安透过新奇的设计，带给大家独特的感受。对他来说，设计这条路没有终点，他依旧会努力的往前冲，探求更多设计的可能。我想法其实是很简单，因为我觉得事情没有说这个东西，因为每个都很专注。那其实专注的时候，必须还是有一些能量的释放，就是压力啊什么，因为你在某一件事情其实做久了会有一个瓶颈，还有一些的困扰在那边纠结着。那你放空的时候，其实你做别的事情，其实也是在释放自己的这一个部分的压力。那你把它在这里是全新的开创，其实有时候那个脑子就会这样打开来了，然后你再回来做这个东西，你又会用全新的事情再去看这个事情，这样。所以有时候人家看我为什么可以这么多的事情同时涵盖在整个工作里面，那其实我觉得它在里面全部都是很互通的。我自己看起来，像我做一些小东西，你做，其实你慢慢去了解一些事情，那你返回来看这个事情又不一样。我希望是我的未来的计划目标是希望可以做到像教学一样，我是希望可以把我一些的想法跟一些的精神可以交给。不管是现在年轻人也好，让他们知道，其实有时候创作不单单只是完成一个作品，其实我们在之间讨论，其实有时候会体会到一些人生观不一样啊，家谈话、闲场这样，让他除了做完东西以外，可以知道原来研发以后的辛苦，或者是研发中间会遇到什么过程。他其实在这学习之中，他以后要去面对他自己想要的，其实都有一个底子，可以稍微思考一下这样。所以以后会希望是以教学部分会以主打这样。